那这个新竹市长的部分，民众党的立委高虹安宣布要来选市长，伫个面册打影片，讲家己甲新竹的关系密切。早伫个1年前，都甲户籍迁入新竹市，哪像咧花抢对手，民进党的沈慧虹，经体是到新竹翕相登开批评。那沈慧虹今仔日是参加到共享自行车的启用仪式，确认。市政继续咧推动，国民党的林经仁嘛是拢无停卡，甲因的议员参选人做伙来翕相，要来展现大家共心，做伙拼选战。大家好，我是高虹安，我回新竹了。立委高虹安伫昨正式宣布参选新竹市长了后，伫面册抛出头一篇文章，讲起到伊伫新竹的生活，影片内面冇批评对手。有人说我是到新竹当网美打卡，拍完照后就会走人的。搞清楚，本姑娘是立法委员，新竹是我的责任区。伊强调讲，甲新竹有真深的连结，早伫1年前就点点将户籍迁到新竹。今仔是咧回应对手沈慧虹，批评伊是到新竹的观光客。有3人参选，沈慧虹敢会烦恼选票？服务的心从来不担心任何人干扰，因为我很清楚，我是下定决心要往前走的人。沈慧虹伫初3已经辞职，出席共享脚踏车的启用活动，确认卸任前挂心的市政工作会使延续。任何人参选对我来说，全部都是一场君子之争。可是更重要，我想要得到的是新竹市民的支持跟认同。沈慧虹捌做过交通处长，就算辞职，依然关心交通建设，这位工作嘛真无闲，拜会宫庙甲地方，公园行程真济，还有国民党参选人林经仁，伊提名了后人气嘛真悬。伊今日甲共党的议员做翕竞选的形象相片，面对议员是有备而来，摆出各种创意的姿势，伊拢配合到底，展现团结的战力。每个政党都在新竹市推出候选人，也证明城市的多元性。愿意为新竹市民共同努力打拼，是正面的事。国党的参选人各自备战，嘛更会使得到选民的肯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